歡迎嚟到連結呢個頻道，我係張師奶。師奶閱讀充實心靈。穿過隧道呢個描述出現喺無數死後記錄入面。喺生死之間入面，好多個案證實，當銀線斷開之後，靈魂就會被吸入一個神秘嘅過渡區域。根據書中描述，呢條所謂嘅隧道，其實每個靈魂感知到嘅樣貌都略有不同。以下係其中一個個案嘅描述。你而家進入咗一個點樣嘅空間？我喺一條黑暗嘅隧道入面，但係我完全唔驚。呢度嘅牆壁唔係實質嘅，而係一個流動、有顏色、好似有生命一樣嘅能量漩渦。我飄得好快，有一種被保護嘅安全感。隧道嘅盡頭有啲乜嘢？有一道好大嘅光，佢比太陽更加明亮，但係一啲都唔刺眼。最震撼嘅係，呢道光係有意識、有高度智慧嘅。當我融入佢嘅時候，我感受到一種實體化、無條件嘅愛。佢完全認得我係邊個，佢唔會審判我，只係歡迎我返屋企。朵洛莉絲喺催眠入面曾經代全人類詢問高我，呢道光究竟係乜嘢？高我俾出咗一個宏大嘅答案。道光唔係一個人，亦唔係一件物件，佢係一切萬物嘅宇宙源頭，亦係所有靈魂真正嘅故鄉。上帝、宇宙、源頭，呢啲都只係人類發明嘅標籤，佢最真實嘅本質就係純粹嘅愛。融入呢道光，生前喺人間累積嘅所有面具、委屈同執着，都會被徹底融化。嗰道光係我哋每個人最終都會回歸嘅故鄉。我哋從來都冇真正離開過佢，因為我哋嘅靈魂本來就係佢嘅一部分。